台积电今仔日成立召开2023年技术论坛，总裁魏德嘉演讲的时讲到半导体对全球的重要性。半导体改变了这个世界很多，我们利用这个半导体可以做什么？我告诉各位，我们的每一个公司、每一个家庭，或者是每一个政府、每一个社会，都在 improve productivity。 这绝对没有错，像我们在台积电里面，我尽量利用半导体所得到的知识来改进我们怎么生产。台积电的总裁魏德嘉嘛讲到，台积电甲南韩和美国这些竞争对手来比哦，伊上值得信赖，因为因甲客户无竞争的关系，目标是帮助客户成功。虽然目前乌克兰战争嘛影响到半导体成本，也毋过总裁嘛爱所有的头家毋免伤过紧张，嘛免烦恼讲台积电会起价，因为讲台积电的成本是管控了真好。